地球以为你转着，地球没你就停了。你是彩虹。这些，这儿更好看，老板。这儿，老板笑一个，嘿嘿嘿，呵呵呵。这儿，来，哎呦，我来帮你拍吧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你等一下啊。老板，你要拍出来我真的在滑雪的样子。来，来，1、2、3。老板，我像不像在滑雪？像。像不像？呵呵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要待在后面那个背景哦，就是我雪一扔你就拍，我数1、2、3啊，来，1、2、3。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。我刚刚身体像触电了一样，有点麻，你有感觉到吗？没感觉到啊，是你摔的吧？哦，也是。顾总，可以麻烦你们帮忙填写一下调查问卷吗？如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，都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好改进。好。